2026年人口普查已經展開，今次人口普查嘅資料搜集工作全年進行。全港大約1成住戶會被抽樣選出進行詳細訪問，其餘9成住戶唔需要填報任何問卷。獲選中嘅住戶會收到由政府統計處發出嘅通知信，住戶可以填交網上問卷或者接受電話訪問，提交所需資料。統計員會到訪未回覆嘅住戶協助佢哋完成問卷。如有需要，住戶可以致電普查熱線核實統計員嘅身份。統計處係唔會主動聯絡未有提供聯絡資料嘅住戶。收到統計處來電或者文字短信嘅時候，睇清楚來電號碼或短信發送人名稱，慎防詐騙。人口普查為未來規劃同發展提供重要嘅統計數據，大家都一齊支持。